民国39年成立的农委会，今仔正式改制，升格做农业部。伫早起11点挂牌，头一任的农业部长陈吉仲是表示讲，农业部要继续正做农渔民的靠山。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早起是批评讲，陈吉仲只晓野钱补助，根本无适合做部长。 落着大雨，第一任农业部长陈吉仲无野伞，一直压雨，规身躯澹漉漉。伫农业部挂牌仪式顶头，第一个登台发言，伊讲民国77年5日抗农民运动，农民要求成立农业部的诉求总算达成啊！我们走了35年，安都落雨，安都坚强，安的农业向前行，好无？ 农业部挂牌无算到天气的因素，室外舞台无早的所在，刷来上台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嘛选择压雨，批评迄时阵逼农民行上街头的威权政府，伊嘛一项讲出任内推动保障农民的各项政策。我们做到2021年农业保险、农民保险3保1金，还加上退休金。 强调首条非洲地制建立冷链的体系，执政党重申任内推动各种互农渔业前进的政策。不过在野党无认同，会在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指出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任内有10大政策，包括水果外销产值倒退率、国内大欠粮、开放来猪，拢是农业倒退事实。他最著名的疯狂傻逼补贴部长，他。 会做的就是补贴，之前是补贴主委，接下来就是补贴部长。农业部挂牌仪式包括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陈建仁，佮前任农委会主委、农民团体代表拢有来参加。农业部强调要继续做农渔民的靠山，但在野党批评，顶会晓野钱的陈吉仲是上无适任的农业部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